科批歌单，第二场应该没过。这个我会看到那几个，那个都是，可是只有陈瑞琪是职业队的，其他。哎呀贝，我的傻眼哎，你都是抓是职业队的啦。不然他是职业队的啊，他是音乐老师啊，是职业队的。我问一下慧琪哦，这个北桃章是创作曲嘛？对，创作的发想跟创作的对象是谁？你要跟大家解释一下。而且唱歌的是小叮当，是不是？对，不是啊，作词是谁啊？作词是小叮当，作曲是我，然后我再请那个制作人曹登昌老师帮我编曲。
就是人人只知影坚持，结果爱阮惜命命。今日我已大汉，你有我会孤单，孤单头毛也有关。我来做公囝，只知影坚持，答应一世人。白头苍，比着花光。白头苍，阮